游玩过防疫总之顺一开始就点名，市长的年会要到5档，嘛是高龄的一分子，所以希望改做伙健康老化，尤其台南老化比例搁排落到第3，所以到底咱伫长期照顾、伫就业等各方面敢准备好势，予以检讨。其中伫交通的部分，因为长辈反应较慢，所以交通事故肇事的死亡率已经高达4.5%。呼吁员都要要求加强安全宣导，嘛对友善的道路环境、减少庇护道等人本的交通来严格执行。我们那个乐龄学习中心呢，也有田露露的这个团队啊，都在做交安的一个宣导。那这一周是我们乐龄学习中心，那有一些学员，那他们有时候是拍影片什么啊，就是老人家教老人家，这个效果会非常好。宣导敢有法度完全来解决这个问题？这个是还一个是问号了哈，这个问号长期以来哈，我们的设施确实很不友善，不管是人行道、骑楼地，或者是标志、标线、交通号志等等，都完全没有针对老人家去做友善的改善空间。面对高龄骑车、开车的高危险性，市长会长嘛以台湾女子伫日本弄死人已经成为国际事件来提出警醒，强调一定会对教育、对执法、对环境等3方面来改善。昨天也有一位台湾的70岁的老人在日本撞死一个1岁的小孩，这是也引起国际事件。当然。所以国际事件我们引以为戒。面对高龄交通以及友善的人行环境等问题，市府回应包括提升道路品质、校园的通学步道，以及设定100段路口的安全行动等等，拢陆续改善，要为所有市民安全把关。台南新闻管制杨顺怀采访报道。